哎呦！过来，快快，过来。有血了。老夫来好早，这边跟我同步来的，又带了毛巾，它旁边那个是藏族，你看不出来吧？刚刚小孩子在旁边玩，公园里面说了藏语。这个小朋友是学生在学。Hello， 兄弟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怎么没反应了呢？我有啊。所以为是那个画面网络有问题，原来我用的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，架子上的那种，嘿，我穿的那个衣服啊。你在干嘛？拍我？没拍你，我拍了后面的。拍后面的那个后面那个狗狗。你拍张我大叫的吗？后面那个白颜色的。我不会，他骗了。梅朵，梅花朵朵。你是那个马运动兵吗？对。那就没事。对啊，没事。随便拍。对，南卡错拍的。我真的七彩小雨配上那个飞机的好看。我晚上雷雨加就感觉有点邪。然后再下来。调一下吧。哦，搞忘了，应该是我的那个支架有问题。这就对了，定位的那个没有调好，有点斜。
哇，2个。好。南卡措、梅朵，那个是雨涵，另外那个不认识。那个女孩子也是，每天都在一起，但是没问名字，不好啊，其实太多了，还是问吧，下次。今天晚上问一下，省体育馆，他们一般都在省体育馆跳，还是把每个人抓清楚好一点。
报废无人机，这听不到声音，因为这个音响声音太大了。这个就相当于开场的音乐重新放一道，人要多一点点。现在时间8:21了，这个是重复第2道了。明天不知道有没有雨啊？你看天嘛。这雨还在后面跳啊！这个穿绿衣服、黑衣服的那个体育馆、省体育馆，他也要去。用处。换裙子，换裙子，买过去。吴京提前就把那个衣服穿上了。
绳儿了吧？
真来了，这个才来多久啊？哎，算了，去出来，拍一下短视频。2:41。
不来了，红红来吗？我没看到嘞。是最活跃的。曲珍来了，八堂曲珍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祝生的时候我看到他了，跟那个戴州过生日的时候他们在聚会吧。刚刚来，我问八堂温博好久来，他说他没说他的没有这个确切信息。还有几分钟，才几分钟。下雨了，快下雨了。下雨了。
哦，还有几分钟，13分钟嘛。来不及了吗？录完了，我哥真的明天刚刚呢？你宝宝在哪？啊，东西在哪？哦，对那个上面，叫那个地方叫包。来了，我马上就到了吧？哦，好嘞。我们两个来个玩。好。你要放手机吗？嗯。哦，放在里面就可以。就放这儿嘛，就放里面也可以。将就凑一下。哦，那边也可以放手机也可以，这边可以直播也可以，还有空的。好。给我送花，然后。哦，还要送过来吗？说的是罗马送，我在这边了。没事，他打电话通知你嘛。好嘞。这新郎哥等会儿来，终于完了，13分钟。哇，这个动作好整齐。头上取针带钟，二郎取针，木母嘛，我家木。跳得好啊！别的摇在最前面，就是动作比较轻盈那种，就是比较慢一点。
走了，开始走了。哇，搞忘了手机没电了，马上充电了，11%，11%了，这11%。今天带钟过生，今天过生日，然后队员他们去家里面祝贺他，应该去了一大半哦，啊，永吉也去了，这个。基本都去了吧，去20多个。我以为是他们家那个小孩子过生呢，原来不是，他大了1岁，太小了。走啊，就下次有点对啊，加评论也可以啊，但是我评论太多了，他们说我话多，不想听，不是不想听，就是说话时间太多了，也不好。因为我镜头，我相机在拍嘛，然后有些他不知道我在直播，然后就说我话有点多。这个歌比较长，你可以绕一圈。他有些人他说我拍的队员拍太少了，因为人太多了嘛。有没有可能就拍这几个队员？是不是有点别人跳得好的发掘不出来的就不好。
他们定做了很多，一大堆。那个风扇便宜，一大堆没拿了，我去。今天不热嘛，今天不是很热。差不多会有时帮我们解说现场。好的，就说不要说太多了，说重点是。马上完了，我订了花嘛，然后明天我叫他们送到这个地方，我订了8点45吧。我准备再多送一个，我准备多送个那个王青，然后我订的是永吉和那个拉错的，就帮网友送了一个拉错的，然后我自己送个永吉嘛，然后再加一个送个王青。等一下，明天改个订单就是，他直接通过闪送，然后联系我。他发电，他是通过闪送送的。这个我们那个群里面有一个想送个王青，但是没去，知道他有可能会送，我就先给他送了算了。拥挤穿这个衣服比较少，黑的加那种淡深那个，这个应该过几天了，8堂5也要来，还有总大姐，还有小西西，他们都会来，但是具体时间不知道。曲轴来了，曲轴折八，看吧，新加入的，还有应该有扎西兰骨。后面那个女孩子我不认识，穿那个有点就是黑色和绿色的，但是她在省体育馆一般去了2、3天了。
有好有坏吧，反正有点看不到，有点看不到。你们还帮我们送话，今天送吗？明天送，哦，明天星期3嘛。因为走路啊没有防抖，相机自己有防抖，但是我没有上到那个稳定器上面，稳定器我上到旁边的，它没有起到减震的效果。如果走路走得频繁的话，应该就有画面有可能有抖动。固定机位有些不喜欢的，因为我一般都喜欢根数镜头。这是以后加入佐罗查姆的标准流程，就要考这个。这个跳不好了就加不了。
到了吗？几点？哇，9点13。这个在曲阳宫那个比较疯的那个来了，曲阳宫那个，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疯了，一起疯啊！他在曲阳宫就比较疯了，到处偷别人衣服都有。这个跟那个商场差不多，那个男生弄的最大吧，幅度最大。在曲阳宫那个女孩子，在曲阳宫他们早就跑了，见到她就跑开了。不是，他本来有点疯癫，正常。在曲阳宫呢，跑到这边来了。不认识。
出来。好，是吧？炸西。灯有问题，闪一闪的。哇塞，你也吃呀？今天这个女孩子叫什么？她抖音她推给我了，但是我一下搞忘了名字了。今天天天在体育馆天天见面的，不好意思，有些没问名字。
没看那个消息。是氛围不一样吧？哎，很乖，你给我啊？啊，对啊。很乖。那这调到几点来？这一般9点半、9点40左右，每天8点钟左右开始。好不得吃啊吃哦！我听到。我有扇子，要不要？估计的衣服全湿透了，他本来穿的衬衣比较薄嘛。这个他抖音只有几个嘛，10个左右。我没有加他，暂时不加了，加太多了，看不过来。哎呀，所以他们分开也可以单独拍，站在一起也可以拍。哦，你好，没带。乖乖啊！声音小一点，应该是协警。哦，协警来了吗？5杯美酒，喝了几杯啊？还有1杯没喝就完了。几点钟啊？哇，9点半了。I don't know, maybe yes。你怎么不穿队服呢？一般都忘记，你怎么都在那个手机里面看手机？没来过吗？谁呀？谁送花来了？是问扎西拉姆的吗？不是。
10公斤的吧，应该。就是这个，Hello， 你们出去上？耍得晚的时候耍到1点，我一般就11点过点儿就赶紧走。基本上每天都是，基本上每天都是。不是说一定，基本上每天都在。然后下雨的话，这个花挺漂亮。啊？这个花漂亮。什么？我说这个花挺漂亮。啊，对。我11点钟走。我明天晚上我订了2个，明天晚上送。有一个送个永吉，一个送拉错，还有一个可能是送王清吧，有可能到时看。他只要过来耍了，然后他就不回去，第二天上班，然后早上再赶过去上班。这人今天好牛，我都不算出去。今天来啦！哎呦，今天这边没下雨，哎，不下雨我就要跑那么远。我的好远嘛！要不要去身体馆嘛？走嘛走嘛，你去不去？你开车吗？没开车，我骑电。哦。我想今天我那是还有车的，不下雨嘛？你看今天天那么好。啊，对啊，明天还是大太阳啊。然后今天咋那么直觉呢？这么早就收了。你从我来的嘛？你从跟我是哪个啊？你从我是之前真的打招呼了吗？哦，今天不调，明天调也可以嘛？明天星期3。哪个时候的？哦。我走不？我走。我的老板。啊，就10个人嘛。3个。啊。还有一个位置是吧？啊，对。啊，再一个永错就够了。好嘞，好。好，走吧。好吧。我的。好了，我关了，先暂停了。摄影拍了1个小时3分钟，30分钟都没有。明天来，永贞。不能穿这个衣服也比较少，一般我没见到他穿过几次。就这个搭配的颜色我没看过几次，应该第一次见那种。